推行優質租客認可計劃嘅目的，一方面係想令業主更加容易揾到合適嘅租客，另一方面對於租客嚟講，亦都更容易揾到合適嘅單位。計劃係由中原測量師行主辦，專係為住喺該公司旗下管理嘅單位而設嘅。租客只要入住由中原測量師行管理嘅單位，喺租約期內準時交租，未有違反任何租約條款，又或者喺租期間未有收到任何投訴，同埋喺租約完結之後交樓狀況理想嘅話呢，就可以獲發由中原測量師行發出嘅優質租客認可計劃證書一張㗎喇。如對內容有任何查詢，可以 click 入以下嘅網址 www.centerlinesurveyors.com.hk 或者可以登入中原測量師行嘅 Facebook 專頁，大家亦都可以致電21396698同我哋聯絡。